请真点传师慈悲，前道一鞠躬，坤道一鞠躬。真点传师好，真点传师好。前人、副前人、各位传师、各位前贤大德，大家好。点传师好。坐下。各位前贤，请坐下。我们天恩师的，我们老祖师的弘慈大愿，加上我们师尊师母大德同仁，我们老前人的五大牺牲，前人一手大仙，以及我们周前人、副前人、各位讲师。各位助理、领任、组长，各位前贤大德的扶持，让我们今天能够有那么庄严的法会。我们具足了诸事的因缘，尤其今天我们来自各地有缘的同修道伴，我们能够回到义和圣堂来开始率性班，可以说是我们累劫以来我们所结下的因缘，所以我们不要小看今天这个法会，其实率性班不一定有仙佛看得到你看不到的问题，是有各位有没有真心，有没有实意、诚意要回来学习的问题。各位假使能够真心想要回来学习，那没有仙佛看得到，比看得到仙佛还更好。所以今天你要相信，看不到的仙佛早就来了，早就来了。我们只要我们真心肯定，我们要来学习，认识人性、人生、生命的价值。那你好好的学习，这2天你一定心得满满。有些人说，我回来好几次了，回来好几次，你有没有感受到才重要？回来好几次都没关系。比如一个例子，有一个前贤跟我说，就好像我们的运动场，你天天去，好不好？好是好，天天去那里看人家运动，好不好？自己不运动，好不好？对呀，你都天天去运动场没有运动，你都说你天天去，结果你的身体没有改变。对呀，所以我们今天你每一次都来，那你看看有没有用心，有没有真心想要回来学习？只要你用心，每年你都回来，你都带很多道心回来，告诉你，你体会上天记得清清楚楚。所以，我们沾到天恩师德，你要绝对相信，没有天恩师德，没有老前人、前人慈悲，以及各位讲师、讲师、坛主一起来操办这场法会，我们是不可能办得起来。所以，透过我们所有的前辈的这种书
生修道，今生成道，绝对不会变。所以这么难能可贵的因缘，我们好好珍惜。所以开法会的意义，就是明白这一点宝贵，明白自己是真，明白道真、理真、天地真。我们到大陆去，每一个人士，每一个人才，辛辛苦苦，劳碌奔波。假使不是道真、理真、天地真，我们真的不可能这样办。我们凭什么？就是凭道真、理真、天地真，迷失一点，真的能够让你超生了死，将渡人的功德回向给累劫的冤亲债障，您愿了保证还乡。这一点是我们法会的因由。我们假使没有这一种因缘，我们没有需要那么辛苦。不是回来游玩的，我们是回来真正是感恩报恩，真正明白，带了我最宝贵的道心回来参加率性班，明白这一点。其余的，一般人家问过去说，那佛教跟我们有什么差别？佛教是清凉起、弘扬起，佛教是弘扬。到了今天，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白杨弥勒尊。在大陆，江主席换任习主席了。江主席的话，来大家听不听？听习主席的还是听江主席的？习主席的。所以你今天是修白杨好，还是修弘扬好？白杨。因为白杨有名师一点，读破千经万典，不如名师一点。假使不是名师一点的可贵，也不用转到白杨来啊。但弘扬佛教修就好了啊。所以或许特别喜欢跟佛教界的谈论这一块，因为我们不是佛人啊。我们告诉他，你读书要进大学、进研究所，你就要真正转学到白杨道场来，因为你们的阶段已经完成了。我们大家想必过去世都是弘扬起修来的，我们大家都是弘扬起修来的，修了很深的佛缘，今天转到白杨来受名师一指点，那弘扬起佛教你敢否认吗？不能否认啊，他们也是功劳一件。我们过去有修，才有今天来得到。所以我们要明白，尽德修业，己利利人。今天我们得到有体有用，能够明体达用。我们明白我们自己的心，它本质具足了这个佛性。我们今天假使没有佛性，没有道德良心，那我们做人有何意义？大陆后学新生，当有一个真实中心会，要找后学新入会，后学入了他的群，先了解他们在做什么。他们每次都在开会，开完会大家都等什么，你知道吗？等吃饭，等喝酒。我看到他们这样的文化，我退群，我离开他们。然后后来又有一个人来找我说：“你要起来负责教育他们啊，要负责起来教育他们啊。”
真的而已啊，全国都差不多了，都一样了。没有修道的人哦，都起步老用呀，无路用。或许不是骂人，或许是感叹人生没有修道，真的没有什么了不起，没有什么价值啊。我们只有修道，把老祖先道统真传承下去，把我们的道代代传承，让我们认识人生，不要只是为了吃喝嫖赌，把身体弄坏了，什么都不是真的。所以我们今天有那么好的因缘，大家踏入佛堂，这是累劫所造来的，所造的因，我们才有今天这样子的因缘，踏入宝贵的白兰圣堂。所以你今天来，你一定要好好的领悟、体会渡人的功德，来消除我们累劫所造的冤亲债障。你没有去把这些冤亲债障还掉，那你糊里糊涂的度死生，你赚了多少钱都是骗你自己的，没有办法发挥它最有价值的一面。所以我们那么多道亲，忙忙碌碌到全世界100个国家度化有缘的兄弟姐妹，我们为了什么？为了要让所有的兄弟姐妹能够离苦得乐，让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都能够活得最有价值、最有意义，恢复我们每一个人的本来面目。不然的话，我们来到这个世间，人为万物之灵长，那跟那些阿猫阿狗有什么差别？天天要人要有主人抱着，帮他洗啊，帮他服侍。有些人或许到早上一大早就到公园去，就看到有些太太，甚至有些先生推着摇篮椅、摇篮车，哇，奇怪，怎么那么早就把小孩子推出来公园？他也不会运动，干嘛推出来公园？而且仔细一看，我的天哪，都是推着阿猫阿狗。我说这个世界变成什么世界啊？这个社会变成这样的社会啊！他不是出来运动的，到底他的人生到底为了什么？不知道，茫茫然。那他有钱，不是那些阿猫阿狗有什么意义啊？为什么不出来运动，把身体弄好，然后去做有意义的事情？渡人救人靠因缘啊，他们没有缘啊，所以他们没有缘，所以他们专门做那些没有意义的事情。所以今天我们有缘，我们才能够到佛堂、到道场来聆听真理的宝贵。每一个人有很多无奈，有很多无奈，一天到晚就是为了吃喝，他们不知道为什么，就在那里浑浑噩噩。人生是这样子的价值，有那么意义。但是后续看到我们诚信的道歉，诚信的道歉。以前在大陆，我们周老原来是大概7、8年前，10年前左右，他每一次碰到我说：“少年嘞，你叫规矩了，年轻人，你今年几重了？”我说：“还在跟你学习，在你后面跑。”而且意思就是，因为老两是踏实，真的是这个非常诚信，年纪7、8
大陆也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成长起来，也更鼓励了后续觉得说，只要你肯办，道理一定能成。你不办要反转很难，你不怕，你怕就很难。所以真心实办，渡人救人，建功立德，是为了让更多的兄弟姐妹以苦得乐，但终极目标还是我们建功立德来偿还我们累劫的冤亲债账。你没有渡人，你没有办法建立功德，你没有办法建立功德，你不能够偿还冤亲债账。所以这是一个连环性的。做人，我们在过去6万多年来懵懵懂懂造下的罪过错，所以我们才会有很多很多的无奈。好多的人造下了这些罪过错之后，没有资格重操回来道场。看到别人的苦痛无奈，我们觉得真的太可惜了。我们千万不要一失足成千古恨。我们不该做的事情不可以去做，你做了之后一失足成千古恨，就从没有再回来的机会了。所以我们今天有那么好的机会，那么好的因缘，我们一定要好好的珍惜，好好的珍惜，让我们这一辈子能够有度化众生的功德，然后偿还我们累劫的冤亲债账之后，让我们代代的子孙传承下去，让我们的代代的子孙都不用让我们烦恼，万古流芳。好，流芳万古，让我们非常的欣慰。这是我们推广传统文化，把我们的道传承下去最殊胜、最宝贵的意义的目标。不然的话，人生一转眼啊，人生一转眼。昨天下午5点多去参加人家的告别式，结束了之后回到这边11点半，我们觉得也不会很累。为什么？因为去把道的庄严、道的殊胜表现出来，让更多人了解一贯道在台湾是何等的殊胜。历经了60几年，过去的风风雨雨，今天已经都过去了。今天道场在台湾是人家一讲道一贯道都是比起大拇指，你们了不起，人家比你们了不起，我觉得很惭愧。我问他说：“那你们为什么不了不起？为什么你们只赞叹别人了不起？”所以，我们有责任，我们有使命，让赞叹一贯道的人，他们最后也变成他们自己也了不起，那才是我们今天珍惜我们的道缘，然后明白开悟，让我们在人生当中不要做错事情，要能够做对事情，利益众生的事情才去做，没有利益众生的事情，伤害自己又伤害别人的事情，不要做，这样好不好？好。那或许耽误时间，因为后面的课一堂比一堂殊胜。或许只是要告诉大家，今天你一定要把握这样美好的因缘，好好的学习，让这2天真正明白我们大陆道场佛母的殊胜可贵。我们一定要明白之后，把那么好的宝贵精神回到大陆去之后发扬光大。
帮你播放。